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3号。这期节目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啊。今天这个大盘走势似乎有点不给面子有点扫兴。但是这恰恰是胡适的一个特点，让人仿佛又看到了过去那个似曾相识的胡适。因为最近胡适这个指数牛市走的大家都已经认不出来了。这个胡适的特点就是一到大事，一到喜事，一到什么大会。一到吃席，他就要跌给你看。这是过去10几年或者20年，股民的一个印象。这个胡适甚至昨天就开始跌了，就提前跌是因为有人不讲武德，抢先跑了，抢跑，所以今天跌是预料之中但是没想到跌得这么厉害。大盘全天走势分化，创业板指数这个它还涨了，其他的指数都在下跌，而且跌幅还比较大。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跌1.16%，深成指跌0.65%，创业板指数涨0.95%，两市成交额24000亿差一点。这个成交量比这个昨天大概缩量5000亿，不过这成交量也算是健康的反正只要2万亿以上呢，就说明还比较活跃。两市个股跌多涨少，822只个股上涨，4558只个股下跌。最蹊跷的是尾盘这个券商股似乎在砸盘，券商板块集体下跌，给人感觉是不是有什么消息要出台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般的牛市券商板块也很难跌有人说是回调，回调也不是这么调法对吧？以跌停的方式回调太狠了。这个盘中也不知道是发的哪门子邪火带马的个股，叫马字辈个股异动拉升，什么神马股份涨停，裕马科技、天马新材、天马科技、中马传动、威马农机，一顿带马的一顿乱涨。神马东西它也涨。这个高盛看好中国股市，称还有上涨空间，所以大家不要害怕高盛说了，高点还没到。在中国股市重获资金流入的背景下，高盛集团亚洲顶级银行家对其表示乐观，并称该公司正在中国香港和印度招聘人才。我们从客户和投资者那里听到的是对中国股市信心已改善。这个摩根大通亚洲区总裁施南德周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股市上涨是有些后劲，指咱们胡适瑞士的宝盛中国策略师郑启志，他认为说中国股市远未达到泡沫水平。9月3号市场早盘震荡分化，沪指领跌。瑞士宝盛最新观点认为，尽管近期涨势强劲， A 股市场距离泡沫状态仍相去甚远，当前涨幅与历史水平相符，估值保持合理，流动性指标显示市场活动有所增加，但未至过热，预计后市仍有上行空间。这个跟高盛的说法有点像，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高点。不过这个瑞银开始敲警钟了瑞银称10月底或为 A 股行情分水岭，现在是9月初嘛，他说10月底，那也就是对金融消费者来说也不到2个月了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在里面赌博瑞银投资银行中国股票策略研究主管王宗豪分析，10月底的政治局会议或将成为 A 股行情的一个分水岭。他说，在此之前，流动性会驱动市场延续这一波增长，因为从 A 股历史上看，其交易量和股市走势是有极高关联度的。他说，目前观察到这一波流动性的热潮里，散户参与度还不高。你看看这瑞银认为观点跟咱们一致就现在参与的散户还不多，就是新增散户更多的还是以高净值客户、量化资金为主。高净值客户指什么呢？就是理财的，把存款买了好多什么理财产品，因为存款的利息越来越低而这部分理财产品有一些就要配置到股市。瑞银说散户往往在股市开始上涨3到6个月后入市，后续预计有更多的散户加入。这个说的就不一定准确了。每天看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每天都说这个成交量如果跌到1万亿以下，那这个指数牛市就结束了，就要寻找新低。如果保持在1.5万亿，那是比较安全的。
的。如果一直在2万亿以上啊，那就是指数牛市，你也不用担心，因为毕竟它很活跃啊，要不然2万亿都是谁在里面交易呢？就是说你这个成交量它骗不了人，你别管是加杠杆的，对吧？是融资客还是保险资金，不管那什么钱，反正每天交易量在2万亿以上，那说明这个交易型，对吧？这种靠流动性支撑的这个指数啊，还能玩一会儿。所以说你就看成交量就完了。如果跌到1万亿以下，说明热钱流出了，人不玩了，大家都选择落袋为安，都走了，那赌场就散场了。我们总说慢牛慢牛，对吧？对散户来说啊，对咱们这韭菜来说，你想赚钱，你要想在股市赚钱，只有慢牛，其他的什么猴市、什么结构性牛市，对散户来说你都赚不到钱。你赢了指数，输了钱，你即便暂时赚了点钱，你也捂不热，对吧？股票从3400涨到4000，你大概能赚个15%、20%，但是要从4000再回到3400，你恐怕要赔30%，就这么简单啊！这一点啊，被胡锡进老师反复证明啊。财经杂志啊说啊 ，A 股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慢牛，慢牛真的来了吗？这是财经杂志啊说的，说 A 股历史上从未有过慢牛，但此轮行情和过去的牛市并不一样。它数据显示啊，今年以来，截至8月28日，上证指数上涨14.7%，其中4月8日关税冲突以来，上证指数从3000点上涨至3800点之上，涨幅24%。而在过去924之后，上证指数在短短6个月交易日，从2800点之下上涨至3500点，涨幅27%。在2014到2015年的牛市里，上证指数在不到1年时间里，从2000点左右上涨至5178点，高峰。他说，对于已经站上3800点的 A 股，投资者该如何参与这轮牛市？作为私募管理人，我们一直鼓励间接投资，尤其在这种结构性牛市里，其实赚钱更难。当板块轮动时，非常容易追涨杀跌。格雷资产副总经理、基金经理冯立辉对财经表示，也就是这种结构性牛市或者猴市啊，散户想赚钱太难了，对吧？这一轮指数牛市啊，涨得多的还是金融股、科技股，对吧？其他的板块涨得并不多，有的甚至没有动，有的恐怕还在创新低。这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啊，刊登一篇文章，叫《中国股市杠杆交易创新高，引泡沫担忧》，也就是说，那个融资余额创新高，这个已经是不祥之兆啊。他说，中国股市持续上扬之际，投资者们正加大杠杆下注，追逐股市行情。A 股市场融资融券余额连续上涨，并创下历史新高。融资融券是投资者向券商借钱买股或借股卖出的方式，现在借股卖出这个方式是暂停了，大家知道吧？只有借钱买股。随着中国股市不断走高，两融交易加速攀升，也就是那个融资啊，星期一9月1号达到2.3万亿，突破2015年的高点。这一趋势引发市场出现泡沫的担忧，不少投资者担心2015年因两融与场外配资过度膨胀，监管收紧后，股市急跌的局面重演。这个大家要小心啊！这个万一这个股市这样连续回调啊，像今天这样的回调，如果明天还这样，后天还这样，那一定会引发踩踏，很多都要强制平仓啊。那个踩踏是强制平仓啊，不是说你想不想卖的问题。你要不想卖，那你就找钱出来补仓。他说，不过据彭博社数据，目前两融交易余额仅占中国股票流通市值的2.3%，远低于10年前4.7%的峰值，就是百分比还没有10年前多，但是绝对数量两个是一样了。过去一年沪指累计上涨超37%，技术上进入牛市，但有观点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不及预期，此轮上涨主要受资产荒影响，居民存款搬家入市，因而牛市缺乏坚实基础。多家券商提出反驳，指机构是目前资金主力，市场压住的是企业盈利能力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提升，并强调居民存款入市往往是结果而非原因。有专家说啊，尽管不少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股市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但在美股估值偏高，中期估值相对合理，企业基本面稳健且创新力突出的背景下，他所在的机构依然维持对中国股票增持评级。彭博评论则提醒，让外资真正回流，北京还需把握牛市节奏，并且要向
向外界传递明确信号，确保科技发展雄心不会以牺牲企业盈利为代价。中金公司研报提醒，7月宏观数据走弱，若缺乏政策配合，基本面疲弱态，恐再度反噬市场。也就是提醒小心啊，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实际上很多老股民啊，可以说叫3朝被蛇咬，几十年怕井绳。530半夜鸡叫，熔断，这都是啊被蛇咬啊，没有地方说理啊。再往前呢，我不知道，没玩过，一次又一次的上当受骗。今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啊，是讲这个网贷陷阱，大家看视频啊。山东大学行为经济学博士生导师为了研究互联网贷款行为，为了更直观的体验网贷的整体的流程，以身试险，在京东上面点了一笔网贷。他想着在最后一笔我不点同意，不点下款不就行了吗？结果在一再小心的情况下，还是掉进了网贷平台的连环陷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直接放款10万并计算了利息。那更离谱的是，他想马上还款，谁知道还要多付3240的利息，这样一算下来，就相当于日利率达到 3%， 年化一下子就是1080，这个利率比国家规定高了30倍。这放谁身上谁都生气啊！3000多块钱的利息对他造成不了任何伤害，但换个角度想，年轻人呢，大学生呢，一旦入坑，那就是成了人生悲剧。现在有多少年轻人第一次贷款是为了周转，那第二次贷款呢是为了还第一次钱，那等到第三次、第四次，那就是真的是为了活下去了。这就是以贷养贷。现在的银行还是太过于保守了。小微企业、个体户、年轻人几乎都被拒到门外，于是监管就给了很多非银行机构牌照，那意思就是你们来补充那一部分贷不到款的人，来给他们搞点创新。那结果创新有点大，就是千方百计绞尽脑汁的去琢磨怎么样去合法的去榨干他们。所以普通人千万不要去借网贷。这条视频看完赶紧转发给你的孩子或者是身边的年轻人，能劝一个是一个，一定不要去点网贷。现在指数牛市，千万不要啊去撸这些网贷去买股票。有很多这个金融消费者，有很多网友现在心里痒痒，还是要量力而行啊，对吧？借钱去炒股叫借钱赌博啊。再说说这个胡静老师啊，胡静老师也写了啊，自从他买了一口气啊，一出手买了5件 polo 衫，这胡适立马就蔫了。我看了一下啊，胡静老师今天是哭了2回，第一回啊，对吧？他在现场感动的啊，这个眼泪啊止不住的往下流。他当时在楼下，司令官在楼上，他们遥遥相望，既陌生啊又熟悉。看到司令官的气色，再看看这个地保老人这个气色，胡静老师感慨万千啊，天佑额爹，对吧？天佑司令官，所以胡静老师感动的流下眼泪。然后完事啊，回到家打开账户一看，又哭一次，哭了2次。后来他又一想啊，这也没什么好哭的，对吧？这就是买单嘛，你干啥不付钱呢？司令官、地保老人是白看的吗？对吧？近距离观摩这个地保老人和司令官，那肯定是要交钱的。胡静老师不交钱，谁交钱？所以就相当于买了门票啊。说到这个吃席啊，这个印尼的总统还真有意思啊。昨天夜里啊，连夜赶过来。大家也知道啊，印尼那边不消停啊，我也不知道印尼啊一般的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说也是一切责任在美方？咱也不清楚啊。反正印尼不是骚乱嘛，对吧？那具体的原因咱也不知道，但是大的方向一定是。这是经济发展，对吧？不平衡，这个社会啊，有很多地方不公平，那这个火一点就着啊，对吧？那很多人走上街头，这个社会秩序大乱，对，这就是它根本原因嘛。那它的大背景是什么呢？大背景我想跟美国是有点关系的啊，就是特朗普不是加关税嘛？特朗普这几大棒子一乱抡呢，这印尼的这个产业啊，恐怕是受影响。你看，不要说印尼了，其他国家都受影响，连欧盟大国、日韩，它都被这个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所影响。所以印尼这种地方，对吧？它的应对能力啊，恐怕都是有限的。这是它背景啊，就是说美国的关税导致它加剧了它国内的经济这个问题，激化了它分配，对吧？就是矛盾更加加剧。贫富分化，一般经济好的时候啊，有钱人多赚一点，穷人也没意见，因为底层的穷人啊，韭菜啊，牛马，他一般的只管自己有的吃就行，看到别人吃的多，他顶多羡慕一下，毕竟他自己肚子吃饱了嘛，所以说相对比较稳定啊，就只要经济好，有人多赚，对吧？有人多占多吃，韭菜和牛马他顶多就是看个热闹，不影响他吃就行了，他能吃饱。但是一旦这个经济下行，对吧？牛马韭菜是吃不饱了，这时候他抬头一看，居然有人吃那么多。
就跟那个猪是一样的啊，这时候就不行了，对吧？我都没得吃，结果他吃那么多，那还不让人哼哼几声吗？所以他就一定会出事，还是经济对吧？不行了，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印尼总统深深的把事情给压下去了，或者是叫什么给解决了，好像是印尼的这个骚乱是吧？雅加达骚乱是稍微平息了一些吧，可见人家印尼总统这个吃席的决心这什么事不要耽误我去吃席，那边刚处理完，这边马上坐着飞机，这个也是让胡锡进老师感动的毕竟老朋友不多了嘛。说到老朋友胡锡进老师另外一个老朋友马杜罗，那现在正在应该叫炼狱吧。这个美帝扬言谁要把这马杜罗抓住了，给他5000万美金悬赏，这一招太坏了。悬赏之外这美帝还派了好多军舰，派了4000多特种部队、海军陆战队的，看那样子要进攻要真正的发展这个什么闪电行动，要在这个委内瑞拉闪一下，活捉这个马杜罗。印尼的内部问题似乎好解决一点，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外部矛盾他解决不了，所以他吃席对吧？只能是想一想，甚是遗憾。我看有很多网友现在说准备把这个老铁的名号要给他改一改了，以前叫巴铁，据说巴方现在有点这个三心二意，脚踩两只船，大概这意思吧好像说巴方跟这个特朗普眉来眼去的，打得火热，所以准备把巴铁这个称号给他剥夺，授予这个印尼，叫印尼铁。反正这个正能量界这个也是阴晴不定不太好琢磨，稍有不慎也有可能就得罪这些正能量。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